自2026年8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伙奔走信仰旅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腓立比书》第3章12到21节。安尼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达到目标，我继续直直走，望通得到赏。其实，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。兄弟姊妹，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，我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，打拼追求头前的事，往目标直直走。为着要得到赏，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，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命。所以，咱中间成熟的人，着有相款的想法。恁中间若有别款的想法，上帝嘛会将即个想法甲恁指示。无论安怎，咱着照已经走过来的路线继续前进。兄弟姊妹，恁拢着学我，着注意看遐个对阮会无样的人安怎伫生活。我已经有甲恁讲真侪遍，现在阁流目屎甲恁讲，有真侪人因的行为，互因成做基督十字架的对敌。因的结局是灭亡，因用巴肚做神明，因将见笑看做公营，因只有关心地上的事。毋过，咱是天顶的公民，热切地听候对遐来的救赎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伊会用互万有克服的能力来改变咱卑贱的体，互咱变做甲伊相款荣耀的体。做伙奔走信仰旅程。基督徒除了透过礼拜、读圣经来追找真理和建立信仰，也需要伫甲别人互动中间学习活出符合真理的生命。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，往往透过学习别人的行为也是观点，互家己哪来哪进步。信仰生命的成长也是安尼。除了伫教会团契的互动与服侍中学习，若有属灵长辈成做咱效法的模样，必会当帮助咱的信仰顶搁较深稳固的根基。譬如讲，大专团契的辅导就是基督徒学生的属灵长辈，无论学生还伫就学中，还是出社会，辅导拢通对因的信仰提供帮助。那你常有资格成做别人学习的模样咧？保罗讲，兄弟姊妹，恁拢着学我，着注意看遐个对阮的模样的人安怎伫生活。试想，即句话若毋是出自保罗，咱可能感觉到这人安怎会遐尼自大，竟然家己掠做是别人的模样，搁要求别人效法伊。保罗安尼讲，其实是因为公元第1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，人拢期待领导者会当以身作则，通好互因的行为有所依循。所以，伫保罗时代，一个人若确实有所成就，检采有值得效法之处，直接讲出来，并袂被看作是自大。只要莫过度自夸，安尼的发言会被认为只是陈述事实尔定。话讲转来，保罗确实有值得信徒学习的所在。对经历大马士革异象的生命转变，到为着传福音入狱，
保罗确实有资格成做信徒的模样。虽然安尼，保罗并无自满，反倒认为家己还未达到目标，也还无赢得奖赏。保罗所讲的目标，无论是上帝对伊的呼召，也是完成宣教的旅程，伊拢清楚家己还需要继续向前奔跑，为要得到最终的奖赏，就是属天的新生命。保罗清楚家己通成做信徒效法的模样，但是伊安尼讲，并毋是骄傲自大，是照着安尼邀请信徒甲伊做伙伫上帝国的道路上奔走。伫教会中，遐个值得学习的属灵长辈，往往是信仰虔诚，凡事拢做甲真好，却还谦卑服侍的人，因继续和咱斗阵，向着目标奔走。信徒的旅程是对咱领受呼召开始，直到咱见着主的面，搁得到属天新生命的奖赏为止。伫信仰上，咱需要留落美好的见证，互后辈通学习，搁甲历史上的正信徒继续分享基督。教会的每一个人拢应该成做彼此的属灵同伴，也是长辈，伫斗阵奔走的信仰旅程上彼此扶持，互相鼓励，直到最终得到属天新生命的奖赏。日想，伫信仰的旅程中，我是毋是乐意甲别人做伙奔走？我通对别人学习到怎样信仰好模样？我有倒一寡好模样，通值得别人学习的？伫信仰的旅程中，我是毋是乐意甲别人做伙奔走？我也通对别人学到怎样的信仰好模样？我有倒一寡好模样，通值得别人学习的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引带我的信仰旅程，安排属灵同伴，也是长辈甲我同行，互我成做别人的好模样，阁袂自满，阁互我活伫你荣耀的光中，最终会当得到属天的新生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